我摕一寡水。3年到早吼，咱今仔日要对即个中午读到一半，即个1661年12月3号吼，中午才开始读起。即个表敢若中午读煞吼，即个表中午读煞，对即个表开始。等我甲你摕只水。芭比转来啊！无方便哟，不要紧。啊？是 CH 怪怪，刚拄则无法做一台搁当我踢出去。安尼哦，OK， 好，好来，咱对中午。芭比，我伫咧北der也离你足近啊，甲小吹。OK。啥物？我伫咧桃园的北der啦。哦，桃园哦。我离你足近的，甲小吹。啊，加考虑看觅。我有私讯你，咱甲约起来。哦，好，了解。好，来，咱开始读哦。1661年12月初3，中午读到一半只吼，这个表开始。最后，阮劝勉伊伫咧执行这个任务的过程中，爱注意维持5方人员良好的秩序，也爱甲一切经过斟酌记录落来，并且祝福伊。望上帝保庇，关系所讲的顶面屡次提起的迄位父王靖南王，想要伫一副荷兰的马鞍的代志。下底16个注脚看觅，无啥。目前阮无适合会当摕来听情伊就是赠送互伊啦吼，赠送伊阁下的迄种马鞍。不过，阮犹是摕出一副马鞍，要交互即个诺贝尔先生来揸去。马鞍就马鞍啦吼，爱伊甲即个马鞍当做新的，坦言无惧来摕去听证伊，互伊阁下，互伊殿下。但是现在留我使用一个了后，阮就甲即个马鞍当作是诺布个人所有的，是伊家己使用的马鞍来交互伊揸去。如果伊殿下的部属注意到即个马鞍，而且也表示希望要伫即个马鞍，就甲即个马鞍送互伊，并且答应因讲，如果安尼的马鞍对伊殿下有路用，以后会调整一副较适当的即个马鞍互伊等等。阮写互如此提起的迄位父王靖南王，含伊的间谍指挥官大清礼部院的书信内容，以及赠送因的礼物，会当对下面记载的该书信的草本看到。好来，咱看即张批哦。
荷兰政府伫佛罗摩萨岛屿的城堡，甲伊的人民的长官甲议会，仅塔坦以及希腊人的大王派驻福建的第2位统治者，军队的战地指挥官大清礼部员问候，祝你阁下健康长寿，望创造天地的上帝祝福，万事昌隆兴盛。你阁下来批阮真欢喜，对阮自永宁海港转来的船只收到咯。阮也真愉快听到，尊贵的殿下即将要率领强大的军队去消灭大海贼国姓爷。对此，阮也已经日常来甲伊攻击破坏，互伊的力量大大削弱。伫即个情形，让你阁下迄边一定也已经看到真大的好处，也大快人心咯。阮深信，搁再来的几个月来，将会当甲伊赶逐出此地。到迄时阵，伊伫家己的地方，若还有留一寡林尾，还袂被你阁下所收拾，阮将会对遮派遣比现在搁较强大的军力去攻击，互伊无法度搁再对你阁下迄边，或者是对阮这边造成任何的骚扰甲损害。为着要你尊贵的殿下具体表示，阮也有得到前南王阁下所提议的同款的愿望。即使现在此地还伫咧含即个敌人，纠缠战斗之际，为着友谊，阮也真乐意出兵相助。现在，阮派遣司令官 Jacob Cow 率领5只阮的大船去西南沿海，要去尽力攻击阮共同的敌人国姓爷，互伊遭受到上大的破坏甲损失。为此，敬请你殿下伫咧多方面关照协助伊阁下，就是指司令官 Jacob Cow 啦，互伊阁下伫咧大王顺治的海湾变调第3条，奋力攻击敌人的时阵，会当得到你殿下我读一遍吼，互伊阁下伫咧大王顺治的海湾奋力攻击敌人的时阵，会当得到你殿下的信明、热诚的友谊，不得发生任何不愉快的代志。阮派去前南王殿下以及你殿下致意问候的迄位秘书，也会针对此事，甲我方的其他当面来你殿下报告。我咧想讲，这殿下是啥物人？我本来想讲就是前南王。这张批毋是互前南王，是互礼部院的吼。在此，阮赠送你殿下一匹紫红色的呢绒，2匹品质一级的车纹布，6匹精美的素色棉布，一袋大香木，25根丁香，甲一对好石手枪，以表示阮对贵方的敬仰之意。阮即个微薄的礼物，上期不无嫌弃，希望不久的将来，阮会有更较好的机会来更较周全来表达阮诚挚的心意。最后，阮约祝你阁下伫咧即个即将要出征的军旅，击败阮的敌人，大获全胜。阮也期待着阮迄寡船只真紧就会团回即种
捷报。查一下吼，捷运应该是本条是第8条才对啦吼，对，捷吼对啦，用捷来记就会使，捷。写伫台湾的荷兰人的热兰社报，1661年阮的3月4号下署，就是会对署名吼，佛罗摩萨岛的长官签名 Frederick 归日。荷兰政府伫佛罗摩萨岛市的社报甲伊的人民的长官甲议会金塔坦以及希腊人的大王派驻福州的即个摄政官郑南王阁下问候，祝你阁下健康长寿。望创造天地的上帝祝福，万事昌隆兴盛。为什么即句佫重复一遍？好，继续读落吼。塔坦和希腊人的大王，甲荷兰联邦政府的最高统治者，阮尊敬的主人之间。相互的友谊甲忠诚，现在已经伫几个时机场合充分表现出来了。阮非常欢喜听到，几工前你阁下又阁互阮坐几只船，因为暴风离去你的阁下辖区里的一个海港停泊的人，这是啥物意思啊？阮听到几工前，你阁下又互阮坐几只船，哇！写甲落落长叫看无你讲啥？哦，你阁下互阮一个人吼，一个什么伫个去你阁下辖区里一个海港停泊的人吼。若伫遐享受到友善的接待，还阁互因当中的几个人由英灵官员安排去福州，夜见，我看下。他做吼。月见吼，月见嘛，拜月吼，拜月。互阮一个人啦吼，若伫遐受到友善的接待，还阁互因当中的几个人由英灵官员安排去福州谒见你阁下。伫遐甚至受到各种盛情的款待，若安尼，你阁下也命令我方迄寡人早着遐尼亲切的书信来互阮。所以即满我念的是另外一张批，即张批就是写郑南王的吼。我最在想为什么共款迄句佫出现一遍吼？无共伊是写郑南王，是伫个批的上头前的吼。讲啊，写有某物人，好，伫遐甚至受到各种盛情的款待，若安尼，你阁下也命令，也互我方迄寡人，早着遐尼亲切的批信来互阮。伫个即个批信里甲阮讲，将来我方的人伫你阁下迄边，也阁会当得到更较侪的关怀照顾。互阮感佩不已，受到你阁下遮尔友好良善的来陪了后，阮照目前的状况，所会当办到的上紧的机会，派阮的秘书康斯坦丁诺布去互你阁下，去甲你阁下答复。首先，阮爱因为上述所享受到的遐尼
迄寡遐尼好诶关怀以及承诺，将来我方诶人做有共款诶情况，或者是其他诶状况诶时阵，你国下诶人民，拢会共款热心接待、忠诚协助，敬表谢意。这个会继续哈。关系到海贼国姓爷如何可恶来完全无通知，忽然间以敌人的姿态来袭击处地，如何占领虐待阮伫咧庄卡迄寡俗民，甚至违背伊家己的承诺来虐待因，即寡代志，深信你国下也已经对别人详细听讲了。经过阮的抵抗，伫万能的上帝保庇之下，伊的兵力被创伤的创哈，被创到已经丧失好几千士兵，包括被阮的武器拍死的，和因为这个战争所引起的不适应来死去的，以及伫个时仔伫个被调来处地时阵，逃走去你国下迄边的伊的士兵，你国下毫完全无疑义，必然已经因为安尼得到对付伊的袂少的优势，而且即种优势还佫会继续经历着。阮将捷径。这里我咧见着爱早，我够可怜的啦。竭尽所能get 本条是 get get。阮将竭尽一切可能，继续奋力抵抗，要先伫处地甲伊歼灭，或者是赶着出即个所在。歼灭，我搁看觅歼灭。殲。阮将竭尽一切可能，继续奋力抵抗，爱先踮咧处地，甲伊歼灭，或者是赶着出处地，然后要去先继续追击伊残余的势力，互使得将来伊或者是伊的余党对良好安心收集、顺畅交易以及其他行业的公平经营，拢不再遭受任何的干扰。互你国下迄边的人民以及伫个荷兰政府属下的人民，拢不再惊吓为此，阮伫处地要特别先来进行的代志是，阮已经甲即个战争的情形中，你国下所表现对我方的友情，以及愿意和阮同齐奋力攻击敌人的意愿，阮伫巴达维亚的总督国下以及东印度议会详细报告了。因此呢，阮所请求的更较大的军队，有计伫即几个月内就会来遮，所以不久的将来，阮会当伫个上述这两个所在，同时进行阮的计划，达成阮所期待到的结果。伫即个当中，阮为特别表示对你国下的愿望是有真诚的善意，还佫对目前伫遮的船只当中派出4-5只大船，
伫代志渐渐明朗起来了后，要伫西南沿海来回航行去敌人的海港，或者是会当拄着敌人的其他所在攻击破坏因。现在司令官Jacob 靠国下为了这个目的，率领5只大船去你国下迄边，以国下所需要的协助，竞请你国下按照多处宣示的善意，互伊有利益的关怀。首先，请尽量较紧下令你国下辖区内各海港的所有指挥官，命令因讲，以后我方的人员甲船只伫咧追赶敌人，或者是拄着风暴，或者是因为其他的缘故需要入港停泊的时阵，拢爱良好对待因。因若有需要的物件，爱以合理的价数，尽量较紧来供应因。为着要互即种情形，因为有凭据来搁较顺畅通行，在此敬请交互我方一份书面确认的命令。因为阮烦恼，若无安尼的书面的命令，无定会有不知情况的人误会阮的良好的计划，造成我方的困扰，也造成你国下人民家己的损失。用这个方法来对阮这个敌人作战。你国下的辖区以及全时仔将会得到上大的效果甲利益。阮深信，伫咧几个月内就会互你国下欣喜不已来看到。咱即个共同的敌人，现在已经被阮攻击甲大大衰弱落来，如顶面已经所讲过安尼。而且迄种情形，深深你国下也对迄寡盗去盗寇的人充分得到证实咯。阮希望你国下迄边也爱对伊紧施压力，互伊庇伊分明，严密阻断因武器甲粮食的供应。OK。并且莫含伊停战或者是对号，如此一来，无可摇疑吼。因为万能的上帝怜悯，比伊吞达侪年的时仔，以及处地比即个仕途好杀吼。我来查一下谥号这个谥。喜第7条吼，爱食叫做喜吼，欢喜的意思叫做喜吼。所以以及处地被这个嗜毒好杀的海贼破坏去的阮，拢将会伫咧真短的时间内恢复自由，一切事务综合良好的特殊。叫一个被他蹂躏多年，这个蹂躏，我来看要哪读。柔吼，
林第7条吼，路年的车轮痕叫做林吼。啊，柔什么意思？柔什么意思？柔就是臀大啦吼，柔是臀大，轮是车轮搞的意思。我看，路年的车轮痕吼，加拉什么意思啊？草的名，通做树，会当做树的叫做林。所以迄个林啊吼，林。城顶的石头通顶人叫做林。我来看大理大书顶有修这个书，柔林吼。用汉字无，大理大书顶无修吼。来，咱继续读落。代表阮全体乐意效劳的人，要去往你阁下旨意问候的上述迄位阮的秘书，将会听前一匹红色棉布，50斤装做2道的丁香，2道大香木，4匹品质1级的车纹布，10匹精美的素色棉布，1对手枪甲一支好石枪。即寡未卜的礼物，尚请不因其价值廉来嫌弃。希望不久的将来，阮会有更较好的机会来更较周全表达阮诚挚的心意。上述迄位阮的秘书，也会甲阮对贵方的忠诚意愿，以及我方的处境状况，当面往你阁下来诉说。敬请阁下相信伊的话，因为即寡代志是伊亲自看到的，所以伊真清楚即寡代志，而且伊是一个正直真诚的人。写伫台湾的荷兰人的日兰亚社报1661年阮的3月4号下属佛罗摩萨岛的长官签名 Frederick 归一。如果代志进行顺利，阮想要对先仔再转来取地驻军使用的物品如下：50桶的高酒，若是介绍公道，又会当顺利取得，即佫会当加买一寡转来。大量的猪、鸡、鸭以及其他对阮有路用的可取得又佫真容易增温的家畜吼。我查一下这个处理吼，枪、刺枪，有刺枪无刺枪。第一个音是枪，但是我毋捌听过吼，今年电视啊。第二个是玉，第三个是铁，第四个是跳。结果我读的毋对伊吼，无跳无跳的音是跳。铁生叫做铁哦，所以是读做铁生哦。我较早拢听人读是读毋对啊，怎咯？铁生。玉是像刺样刺叫做玉，所以是毋是读家玉？无讲家跳，家玉。我来查一下铁生。铁生
漳州特生，这是马人的话吼。你即个特生，我较早真正是听人读的时阵，我可能听，无就是我听毋对，无就是人读走煞去吼。特生，或者是特生文言词，特生加特所以加特读文言就对啦。大量的对过啊以及其他对阮有路用的可处理一个容易增温的加特，欠一寡物件对啦吼。有啥呢？佫欠啥呢？西葫芦，西葫芦就是 pumpkin 啦吼，名嘛称做金瓜。菜头，大蒜是啥物蒜啊？葱头，伫咧增温中不伫腐烂的状况下，大量来收买，会对即个清单吼，100到150个各种的铁花，50捆的稻罐，300个大的灰盘，500个灰滴啊滴啊，豆油滴啊，500个中型的碗，10个精米的石躯，真正有特别注意讲精米变调变第7条嘛，精米。我来查一下大理图书馆。精米，当然看伫书店是毋知伊安怎变调的啦吼。精米10个精米的石躯，6支要修复即寡石躯的轮状的碟啊，轮子状哟，我毋知啥物叫做轮状。100根各种色的丝，50根要填补用的线，100领处理好的做画面的婆，50根画像你用的线，就做画仔人咧用的线，1000箱大细适用的面膜，20个到30担，20到30担生仔的书写用纸、布料、细支钉仔、荷药等等。好，以上12月3号总算读煞吼。内底几啊张批，佮笑谱佮记一堆，笑话佮记一堆，够好读的。好，12月初4，礼拜日，晴朗的天气，风强烈对北方吹来。下晡约4点钟的时阵，要离开的迄寡船只，行离了迄停船处，要暗仔去到这什么所在？VUE， 这一下VUYL， 袂晓读的 VUEY 吼 E。字的意思本来是危险的岛屿，按当时伫台湾看会到的危险的岛屿，大多是指鹿耳门港道外的北边的大石区，因为有侪暗礁吼暗礁石啦吼，所以真危险。所以讲，决定来读吼。12月4号礼拜日，晴朗的天气，风强烈对北方吹来。下晡约4点的时阵，要离开迄寡船只，行离了停船处，要暗仔去到迄个危险的岛屿遐来停船。
今仔日敌人对即个市镇甲北线尾阮发射10发到12发炮弹，但是无造成阮的损失。安息日，阮敬拜上帝。暗时啊，风开始愈来愈坚强，风嘛真高。12月5号拜一，早起的天气和昨昏相像，和昨暗相像。阮看见迄寡船只，还阁伫因昨暗停船的所在，但是下晡就阁用篷启航，驶出阮的世界。暗时啊，还是真侪风的天气。12月初6拜二，天光的时阵，看见阮迄寡船只又阁停伫昨昏早起停船的所在。今仔日早起透早，迄个伫咧今年8月最后一天对新港就离开敌人，转来阮遮的迄个士兵，叫做 Pierre Magio， 伊家己安尼讲伊家己安尼讲是讲伊家己佫逃离开敌人，转来阮遮，家己安尼讲啥物意思？好，又佫逃去，讲即个人啦又佫逃去新仔人迄边去咯今日透早又佫宣走，即个头壳歹去两边走来走去。停伫咧即个港岛内面南角下面的迄三只篷船，港湾内底南角下面的迄三只篷船，伫咧今仔日上午撤离开迄边，经过鹿耳门的海港去停伫咧赤坎的头前，约落伫咧中岛，有4个阮的骑兵沿着海岸骑划第二渔场。因要转来时阵，伫咧迄个第二渔场被埋伏伫遐的约略80个武装新仔人所攻击，4个人对80个人因有一个人头部受伤，也有一匹因的马被3支箭射着，3支箭啦，歹势3支箭射着。根据因所讲的，敌方有3个人被因杀死。所以这4个人，我都走转来讲，走转来报消息，无简单。好，下晡尊贵的佛罗摩萨议会召开会议，会中决定的事项会当对阮的决议录，今仔日的日期详细看到。暗时啊，犹原是强风的天气无改变。12月初7拜3，透早大蒙又阁暴风的天气。上述阮迄寡船只还停伫遐。下晡阮写一张简短的批互副司令官 Michael Agenken， 甲伊讲，迄只便船船卢斯对内号所需要的5门发射6磅甲4磅的炮。阮认为，迄只即几工要出航经由暹罗前往巴达维亚的快艇哈索号。会当无需要用到即寡炮，因此命令伊甲即寡炮对船对即个哈索号顶头落来，摕去供应头前讲的迄个罗斯对内号摕去供应迄只罗斯对内号的需求。整个下午拢是透风落雨、连续不断的天气。约到4点的时阵，阮迄寡船只用篷启航，暗时啊就航出阮的世界咯。12月啦透风落雨。我忽然间想起我较早读初中的时阵我伫读台北初中嘛台北国中。阮拢骑脚踏车去学校，爱骑差不多5公里，5公里差不多骑差不多20分吧。
落雨天的时阵，我想到迄阵冬天落雨天，穿雨帽啊，骑脚踏车呢。其实我后来读高中的时候，嘛是拢骑脚踏车，搁较远，骑50分钟。对阮兜骑到新德高中，我记迄是敢若我袂记几公里，我骑50分钟啦吼，拄好50分钟安尼。但是读高中的时阵，迄种有嘛是想起来，我为啥想起来足冻的嘛，足冷啊，搁透风落雨安尼。但是我即马想起来足怀念的。好啦，继续。整个下晡拢是透风落雨、连续不断的天气。约4点的时阵，阮迄寡船只用篷启航，暗时就航出阮的世界咯。12月8号拜四，天气和昨昏相像，上使阮迄寡船只拢看袂着咯。愿至悬的上帝引领因一路平安顺利达成因的任务，互阮得到欣慰。阿门。吼，因迄阵是去对5只船去讨救兵嘛吼，走去找即个大清吼。下晡尊贵的佛罗摩萨议会搁再一次召开会议，会中的议程包括宣读由长官阁下所草拟的敢若是读做拟才对吼，我查看觅。对，读做拟吼。大你大书顶有即字无？有，嘛是拟吼。咱来看一寡例词啦吼。真显然吼，因为连即字我都袂晓读，表示讲即寡词拢是足罕你看着吼。对，平常时袂用着，白话较袂用着啦吼。来，开始咱来看吼，议案。伊也是判决，伊讲判决吼。疑斩是判决暂刑吼。疑斩，疑罪是判罪处刑吼。疑议就是议啦吼。疑义是评议吼，评议吼，批评疑义。疑假判决假刑，疑流判决流刑放逐吼，所以即个议拢是判罪的意思嘛吼。议题是决定题目，议定伊是收议题啦吼，议题决定题目吼。议定拟定吼，决定。议图判决流刑放逐叫做议图。好，议呢有两个意思，第一个是针对议定吼有定，比如讲议罪，所以拄则讲的议题拢是针对议定有定嘛吼。议罪、议死罪、议治权力造反，是啥物意思？看无？第二个意思是选举、公议、公开选举。叫做公议吼，保公义啦吼，公开选举，保证要议啥人吼，就是要选啥物人做保证吼。但是你会当看出来，即个选举毋是人民一票一票选的意思，是顶头的人选吼。公议公开选举吼。保证要议啥物人吼？好，下晡尊贵佛罗摩萨议会再次召开会议，会中的议程包括宣读由长官阁下所草拟的，要用迄只大篷船 Deluvos 号送去，互巴达米亚阁下因的批，要暗啊天气开始流啊平静落来咯。12月初9拜5，天气还算良好。约8点钟的时阵，士兵 Abram de
Count van Binso 被伊的军官派去城堡下层的东边一个厝坡去放哨的时阵，对迄个城墙跳落去，然后往即个市镇逃走。虽然阮有几啊枪手真匆忙忙来往伊射击，伊也是真可恶来逃去投靠着人。上午，即个城堡的刑事法庭开庭，今仔日有数只三板对赤坎来到市镇来回行刑。暗头又搁开始流透去强风。12月10号拜六。我看卖时间10分钟好，会使应该是读了。12月10号拜六，早起天气和昨昏相像，和迄只大胖船在鲁特瓦斯号的人实行，该船将会航往巴达比亚去。阮先已经任命 Martin James Cruton Driver 做该船的船长。伊有一段时间担任迄只小皮底船 Turbo 号的船长，即个职务伊已经交还予 Oak Peter John 了。阮政府的秘书处准备好要寄去巴达比亚，互阁下因的批甲其他物件了后，伫咧今仔日下晡，甲即寡批甲物件送去船顶。暗时天气也无讲介稳定。夜间，即只大胖船伫鲁特瓦斯号道行离迄个停船处，同时为着要去摕茶新水甲其他物件，由队长 Harmon van Otterhorn 率领的船只叫做每顿号、Lastuden 号、甲 Turbo 号，以及阮的领港船 Day Jagger 号也同齐行离开遐，要前往小琉球。迄只领港船 Day Jagger 号要去遐留甲修补。阮互上述即位队长啥物命令，将会伫下面来详述。阮也交互即个 Otterhorn 一张要寄去 Norton 先生的批。去详述迄个。对，应该就是即日讲伊互伊的命令啦吼，咱来看讲去上述迄个岛小琉球岛起山以前，必须要先派人小心试过，去侦查。爱航往下淡水溪以前，也必须要先派人小心去各处侦查。若是看到迄边有新仔人，就要尽力袭击迄寡新仔人。破坏因的船只。如果伫咧小琉球遭遇着阻碍，无法度摕到茶，就要去加勒洞或者是龙礁摕一寡茶。如果伫迄边也无法度摕到，安尼虽然去凤山会较麻烦一寡，也爱去遐尽力看会当摕一寡茶转来。若是会当安全去到小琉球，伫不明显妨碍查身的手处之下，爱互同齐去的病患照所需要的，伫遐甲椰子甲椰子树的幼叶当作是因的新鲜的食物，尽量食。要伫咧下淡水甲炸去的空桶装满饮用水，伫咧加勒洞或者是龙礁爱真细腻试咧找当地居民来阮的船里交谈。为了这个目的，会当使用小皮底船 Turbo 号和迄只领港船。伫咧交谈中，爱利用机会探听阮荷兰人伫避难的消息，并且问因是毋是愿意为阮送批去予因，并且甲因的回批trả转来。
阮以后会转来摕即个歌批吼，并且立互伊合理的报酬，也爱注意，毋通互五方的人任何人来起山，也袂当派任何人去起山，以免被迄寡无诚实的人来劫持威胁。为了要处置新鲜食物或者是其他需用的物件，也只会当互当地居民送来。为此，阮交互即个队长50袋精美的枇楣布和25包鲜仔薰草。迄只大船每吨号或者是鲁斯丁的号爱先装船，装满了后，就会当先派回阮遮。以便来落河以后，搁再派去遐。但是迄只船航离以后，也爱真勤奋来运用其他的船只，勤奋啦吼。也爱真勤奋运用其他的船只，不得互迄寡船只逐个也用伫遐超过2工。迄只领港船如果会当伫迄边修复，就要尽量较紧修复起来。有伫劳动的人会当一工互伊半moose卷的酒啉有时也会当互迄寡上骨力的人加啉一寡moose酒，这是什么酒啊？看不出。阮上述的任务完成了后，爱尽量较紧甲船只带转来厝地，应该是带转来台湾遮啦即个日本野城遮。最后恳切劝勉即个队长爱时刻提高警觉，每一个人日夜拢爱遵守家己的岗位。12月11号礼拜日，剩3分钟，这篇读了。早起，阮已经看袂到出航的迄寡船只。3队中岛东宝福号甲瑞能号却来即个停船处遐停船。这2只船是本国个3号方面和苏林关口出航前往西那的。这2只船的主管阮报告讲，本国个9号迄时因5只船拢同齐停伫偏湖的 Stingray Beef Island， 叫做九大岛，是伫个即马偏湖东西苏平苏，这什么意思啊？东西语评语，敢有一个东西语？东西苏，因为暴风雨，其他的船只拢被飘走，因也拢丧失锁啊甲艇，哇！所以拄着风台。瑞能号现在就对应一个，毋对啊，这个12个也无风台问题就是拄着暴风雨啦因也拢丧失锁啊甲艇。瑞能号现在就用一个拖艇停船，而东宝福号也用唯一的一个重艇来停船。愿万能的上帝伫即个暴风雨中的北边保护其他船只，不致有更较困难的遭遇。就是因伫各方面拢非常的安全，因到底有啥物计无，阮无法度去要。只是阮看见伫迄个山区以及其他所在，定拢倒起真大的火焰，举行安息礼拜敬拜上帝。暗头阮写一张简短的批去寄互副司令官 Agent， 请伊明仔载早起来。请伊明仔早起来起山，同齐来商讨即寡丧失艇转来的船只的代志。暗头天气悠然良好，剩1分钟就读到11号啦，12号我都袂读啊。虽然无讲解长，但是我袂读
22个11号。好，停止。